江惠仪《浪花》专辑，台语新浪潮动脉音乐。上新上 hit 的歌，拢伫报新歌发烧榜。OK， 今日 Friday night， 你今晚收听的是波多新歌发烧榜，大内容准时的空中，继续呢要帮大家来报这个我们台语歌坛呢最新最流行的音乐资讯。当然呢，叠加了哈，大内节人爆榜呢，干嘛是伤过孤单，尤其常讲最近寒流速叫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些人来退休。邀请到咱退休小王子，嘛是因强男朋友啊，咱的阿铁你好，是听众朋友大家好，但是我等家来澄清一下吼，想要甲你退休啊？退休小王子，想要甲你退休？无你就你从来都找我来甲你退休？因强男朋友，因强来退休。想要甲你退休，这恶心诶，两个查甫人，哎呦！意思是讲，互相取暖，好，并不是说要肉体上。精神层面，哇，青菜你讲啊，青菜。我感觉你这个人你不对，你为什么不对？你为什么分男女老幼呢？什么男女老幼？你无平等心，什么无平等心？我这大爱呢？拜托诶，好啊，无我叫你卡阿英来退休啊，你两个汤巴提退休啊？我不爱爆对啊，第5名。阿神你讲我最近的发。快啦！这首歌节奏感真好哈。对啊，这是王江发嘛。对啊，上新的专辑叫做《发啦》。哦，那讲了哦，这个听到这个节奏感呢，你就觉得感觉好像可以帮人家做 CPR。有下面最新的新闻呢，你不知道吗？下面那个 CPR 的那个节奏啊，110到120，多好跟张惠妹 Bad Boy 是同款的，所以你也当听 Bad Boy， 然后用那个节奏感来帮人家救人。哦，但是记住最后一句，要和你说拜拜，唔通唱，唔通讲咩？唔通你系讲发啦？对，这里发啦哈。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节奏感，是不是也是多喝110到120？接近，应该是袂歹。当然啦，王江发是10分有这个才华的这歌手哈，马来西亚这个宣传过咯哈。希望讲大家当多加支持啦。没问题。今嘛是伫这台中吼有咧教唱歌。歌唱训练班的老师啊。相信你这教唱歌吼，教学第一首歌来唱这个换，对，就好诶。而且可以开嗓。对，这样哗啦，然后化解都开嗓啊。对。对呀，而且还可以那个练习那个换，还叫 B-box 啊，还有另外一个套路了。对啦。总共几句，这礼拜第5名王江发，哗啦，一动就袂倒塌，鸟车的牛角，阮搭第4名。我将感情放开，不愿搁再遭罪。这就是咱波多连播网厉害所在。我怎讲？跳痛，那有跳痛？有啊，有啦，到今嘛这首歌，这个是多样性，真的，台语歌的多样性。南极雄一个来到北极。我跟你讲，像迄华语歌吼，都写不出发啦这种歌。对啊，一定啊。对啊，前辈说我最近挥发，你叫我等你下一张专辑啊，发。其实我们这样子让可能有外国听众听到会觉得很不开心。对，就是 What are you say talking about the 发？无啦，不然你讲啦，嘿啦，这首歌要来介绍无啦？哦，这是江惠仪浪发，对，江惠仪，你唔好安尼啦，安尼哦，别人这里算是新人嘛，不要再混淆人家。人家哪是新人呢？第2章了啦，也是新人啊，我都是新人了。哎呀，就是当然有很多的老前辈，对不对？可是你后面还是有很多后进。对呀，哎呀。江惠仪的这个上新专辑，这主打歌叫做《浪花》，黄山亮老师制作哈。这礼拜在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4名，恭喜！成绩非常的好嘛，希望大家让多多支持我们的低音歌后江惠仪上新的专辑。第3名。
钢琴诗人王俊杰，哎呀，上新专辑叫做《一暝听光辉》，这是主打歌啦。专辑的名称叫做《西香气》。诗响起，对，诗响起哈，这个瓜西香气啦哈。对啊，这个呢，这里你讲他都爱江蕙怡对不？还有荒山亮老师。这一次我们王俊杰有武雄老师。哎呦，到底是像较厉害嘞，还是生变身呢？还是讲王江发喜稿会打败群雄呢？有可能哦，异军突起啊！对啊，哎呀，那讲到这个王俊杰老师哦，今年的这张专辑《诗响起》可以说是问鼎金曲的大热门，而且也让恭喜以音乐历程以及生命历程的一个记录，不要说总结了，迄落啊，目前的总结啦，对啦，一个讲一个记录，对，一个记录，对，内面个王俊杰年表，对啊，我还没就好呀，我知啊，伊甲这毕生精华拢放伫这专辑内底，听到会感动呢，是吼，这首一暝光辉一暝听光辉，两眼两眼目睭休息对不？然后三更盼月圆，然后过来四界找无伊，1、2、3、4，对啊，你看，你要看武雄老师的词意哈，对，铺排的多的精美。这个听俊杰老师说，这个叫做乐府诗哦，了护的对啦，首都金榜摕到咱的第3名。第2名。你敢会知，雨水的游人，伊是月娘的目屎。这礼拜第2名，向慧玲《月娘的目屎》，嘛是目前3日8点档世间情高调再高调当中的这个片尾曲哦，《月娘的目屎》，嘿啊，这是咪是不是？决心就要甲迄个呀，小婷斗阵。讲实在，你讲迄我拢唔捌的。我有咧看，我无咧看。我一开始咧看是为着要听家己的主题曲啊。有当阵吼，迄公司已经安排啊，个安排啊，对啊，我无放一条看，来去监督一个。对啊，那监听呢，监看监听。对，想不到连剧情一起看就开始这真系聊落。真正吼。我感觉吼，这个8点档的连续剧就袂输敢若迄个。哎呀，流沙赶快！今天啊，比新闻更加精彩就对了。我一卡哦，登落有哦。哎呀，迄个不是讲你随时想要抽就当抽的。安尼哦，真厉害。哦，当然啦嘛，一首歌会当代表一个剧的这精神哦。是啊。这月娘的目屎咧，哇嘛真正真下这8点档的歌曲。对不？这是像逼情，对啊，酸啊，你感觉？对，而且向慧玲即摆换新公司的豪记唱片。哦。这个换这个新东家对他很好，是的，安排了很多的这个宣传跟访问希望呢能够再创这个他的这个演唱生涯高峰。对，另外一个佳绩，对，为你会把赛向慧玲的歌声摕到这个百人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2名，恭喜哦！第1名。这礼拜第1名是吴淑敏，上新专辑叫做《红太河》。阿铁啦，吴淑敏可以说是我们全民的宅男女神，对，可以说是啦。嘿啊，你讲大支歌单，倒一个歌手会当家己的相片全部搭伫公车来推销网络赌博游戏的？吴淑敏算是其中之一啊。还有就是迄个姐姐啦，像姐姐啊，谢金燕啊，对啊，但是恭喜台语歌坛真的除了谢金燕之外，数下来就是吴淑敏，真的对啊，就是你要讲他，我可以，就是我无讲迄啦，对啊，但是我感觉大家拢需要一个定位，像姐姐伊就找到一个定位，小敏啊，伊就真好，伊唱起情歌来，对，滴滴啊，优柔的那种。还有那耶，对啊，这样啊，对啊，每家拢来找找家己的这个特性，对啊，找找家己的路，是，然后这个
辨识度也很高。是的，当然啦，除了有好的这个歌哦，嘛有好的制作人，好的歌对不？对啊。这首《红太河》呢，什么人写的？你敢知？游鸿明哦，老游啊，对啊，很熟的对吧？游鸿明老师，我很尊敬的。对啊，请问他多少天的江蕙怡像？这周制作人。老亮，老亮，荒山亮嘛，老山，对啊，他都在王俊杰，跟武雄老师合作嘛，老武嘛，老爷啦，武雄老熊，今晚是跟游鸿明合作，你看现在像台语的那种诗片哦，或者是说整个的市场，越来越有那种蓬勃发展哦，而且这个是继这个90年代呢台语新浪潮之后最近。感觉我们台语歌坛很团结，对不对？对啊，团结的啦。对啊，台湾人都要唱台语歌啦。对啊，是这样啊。好啦，所以这礼拜呢就是红太河摕到咱的第1名，麻烦给咱多加支持台语歌坛的宅男女神吴淑敏上新专辑哦。对啊，红太河今日10分的感谢啦，啊，天天的家陪榜什么陪榜？陪我们放榜。没啦。好。昨天晚上新上流行的音乐主心就在咱波多连播放家听得到波多新歌发烧榜，我们下周再见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拜拜。发烧版，好听好不辣。